明皇部。陈国公主代表的皇家喜欢织云锦，并非是织法多特殊，说到底，是颜色出挑。所以我断定，唯有新创特殊的染织技艺，更胜织云锦一筹，才能争得皇上。乌启龙是想吞并我苏家吧？你知道？乌家手握江陵80%蚕丝，我苏家织造属江陵第一。他若赢下皇商，便能重挫苏家。但只是其一，吞下苏家，一家独大，才是乌家的目的。生意做到只剩贪婪，也就入了歧途。明皇部是商业机密，你不该给我看的。李恒，你对我以诚相待，又冒死揭露贪官恶行，保我苏家。谭儿，又怎能辜负大侠的忍辱负重呢？就还好吧。敢问行走江湖见多识广的宁大侠，觉得明皇部如何呢？